對於想請翡翠嘅普通人嚟講，唔一定要請帝王綠玻璃種，好睇又實惠先係最實際。最近錢呢就鑲嵌咗一批小萬價位嘅寶藏級嘅翡翠戒指，呢幾款呢就係一啲四爪鑲戒指，打面本身就係好夠厚度，四爪鑲嵌嘅一種方法咧，將翡翠嘅光感美感好充分咁凸顯出嚟。呢幾款呢就係一啲太陽花向日葵咁樣為鑲款白冰啦，同埋一啲紅綠白相間嘅，甚至乎仲有一 K 黃金色嘅呢啲嘅鑲嵌咧就好時尚啦，就好似一個向日葵咁樣，用天然嘅南非鑽咧將佢圍起身，每一個咧都好有層次，好似聚寶盤咁樣，將成個翡翠咧聚埋一齊，既高貴又大氣，而且咧可以令你眼前一亮。同樣呢種方鑽嘅設計好大粒，好有存在感，戴起身咧就好中性，好幹練。年輕一啲或者對白冰鍾情嘅朋友，其實小萬價位嘅白冰戒指咧，品質真係相當唔錯啦。每一粒葫蘆款又好，或者係啲蛋面又好，佢嘅光感咧已經係出晒嚟嘅。我成日都講咧，每個女人都要擁有一枚白冰戒指，佢就好似我哋小時候聽白雪公主嘅故仔咁樣，美麗純潔又好動人。戴翡翠戒指有咩好？喺我睇嚟，你就係將自己嘅好心情、好運氣都帶喺心上，呢個係愉悅自己嘅最好嘅法寶。我自己就經常咧轉動戒指去思考，而且無論你自己戴同埋送俾你至親嘅人又好，都係對生活嘅熱愛同肯定。你話係唔係？不妨喺評論區同錢錢交流一下，關注我，買翡翠唔踩坑。